屬羊嘅你喺2025啊叫做爻合，咁嚟到今年仲好啲喎，因為羊同馬合，咁你叫太歲相合，衝代表動，代表變化，代表人緣好，各樣嘅事情比較穩定。咁即使你係春夏天出世，運氣麻麻地都啦，因為今年太歲相合都容易貴人輔助。如果你秋天出世咧，仲更加好。當然排第一係冬天啦。咁咩叫冬天啊？排第一最好運咧係11月7到3月6呢批，排第二咧8月8到呢一個11月7。排第三咧係3月6到5月6，咁最唔好乜嘢啊？梗係5月6到8月8啦。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兩年你人緣運都好，今年人緣運仲好過2025嘅，所以今年嚟講雖然話運氣麻麻地啫，咁但係守住唔好轉工，又或者好想轉工咧，做一份壓力冇咁大，人工冇加到嘅，或者人工減咗咧，咁就可以個人會情緒輕鬆少少就可以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咧，又唔係話太差，因為財運方面咧其實你就排第4嘅，所以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始終太歲相合咧。除咗呢個桃花生肖之外咧，就差唔多到你噶啦。咁喺桃花方面，當然又排第5都係唔錯啦。因為合代表人緣好啦嘛。如果你拍開拖嘅，咁繼續可以維持落去。結咗婚咧，感情今年係唔錯嘅。咁但係如果未有感情今年唔係桃花年，有機會嘅情況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唯有就把握個桃花月啦。咁如果你今年桃花月農曆1月同7月，睇下桃花月把唔把得到啦。把握唔到都唔使驚。你下個重桃花年幾時啊？2028等多1年啦，1年之後你聽我呢個係可能等2年之後咧就重桃花年啦。咁仲要喎，你今年吉星有太陽，太陽男貴人之助，所以頭先講啦，如果打工嘅咧，上司係男人，拍檔係男人，原來都係對你有幫助嘅喎。咁所以今年一味黐住男人就得啦。咁仲有歲合，歲合就太歲相合，頭先講過啦，合就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啦。咁就攀過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星係咩？有天凶，天凶計劃而成凶。咁我講過好多次啦，做人唔使有計劃，最叻嘅係見一步行一步，能夠解決眼前問題先有用嘅。咁但係有個晦氣就棘手少少啦，晦氣咧又俾人雞活節爆棚，明明傾好嘅咧又容易俾人甩拖喎。譬如你做保險或者地產，明明個客聽日簽噶啦，點知俾人截糊喎。所以如果你要簽約嘅話，記住啦，跟緊少少，漏嘢都去佢屋企樓下等佢簽咗，你先翻屋企啊。